大家好，我係即刻，好高興又同大家見面。嚟緊就係聖誕節啦，又係吃喝玩樂買禮物嘅好日子。咁今次呢，我就會同大家講下聖誕節碌卡嘅攻略。咁喺大家買嘢食嘢嘅時候，都可以賺翻多啲回贈嘅。今次我會介紹8間銀行嘅節日優惠，其中有部分係有指定嘅消費類別。咁多數咧都要累積夠指定簽帳金額先至會開始計數。咁對於低消費嘅用戶嚟講咧，咁就可能會比較難達標啦。咁而且唔達標嘅話，其實可以當佢得翻基本回贈嘅。咁如果大家想睇翻每個優惠嘅詳情，可以參考翻我篇 blog 入邊嘅介紹。東亞同匯豐原本都係唔錯嘅選擇，不過兩者都要簽滿3000蚊先計數。咁如果消費額係喺1200蚊樓下呢，咁都係用翻匯豐嘅最紅自主獎賞同埋最紅星期51倍獎賞錢啦。假如消費係喺1200蚊或者以上，咁用恒生卡就會有額外嘅9倍 cash dollars。假如係喺 cash dollars 特約商戶度食嘢呢，咁仲可以賺埋另一個優惠，就係每600蚊會有額外20 cash dollars。咁例如簽1500蚊就可以賺到100 cash dollars 啦。安信係咁多個優惠之中比較簡單嘅一個，只要喺指定商戶單一簽帳滿600蚊或者以上，就會有15倍現金回贈，比率大約係10%。上海商業銀行簽1500蚊就會有200蚊聘真流禮券，以價值計算其實都唔錯嘅。如果你經常去聘真流食嘢嘅話，另外用建行亞洲銀聯雙幣卡簽滿2000蚊就會有50蚊回贈，都算不過不失啦。匯豐嘅海外簽帳優惠同最紅簽帳原本想差唔多，不過佢就冇累積目標簽帳金額，只要單一簽帳滿港幣500蚊，就會有額外15蚊嘅獎賞錢。建行亞洲嘅939積分獎賞亦都包括外幣簽帳，如果未達目標簽帳金額呢，咁都會有3倍積分嘅。咁達標之後，每簽100蚊就會有939分啦。